Hello，辛苦晒，辛苦晒。我以前成日講呢句說話，點解？因為呢，我由細做義工做到大，你都係一樣啊嘛。點解會揾你啊？因為我由1977年開始咧加入咗電台啦，又做唱歌啦，又做司儀啦，做咗無數咁多義工。不過我嘅崗位咧多數都係唱歌啦嚇。咁而你呢，就喺周圍咧要做好多嘢噶嘛。所有嘅義工我都好敬佩，而且咧好欣慰，大家都係唔收錢嘅，就可以去幫呢個社會做事。咁我今次嘅演唱會呢，叫做70大 show 演唱會，除咗我慶生之外呢，都係為咗好多受惠機構所有嘅朋友呢係着想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係義工朋友呢，你嚟，不過唔使幫手嘅。今次你嚟靜靜地坐喺度，我哋一齊慶生，一齊唱翻我哋由細唱到大嘅歌，好嘛？義工朋友努力加油，一齊再做義工。